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共好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讲客语的时候喽。大家听好了，咪咪笑共好吧。有一首客家歌谣叫《客家本色》，相信很多人都耳熟能详，叫做“同山过台湾，某半点钱”。哎呦，各位歌后歌王要包涵哦，薛老师不是很会唱歌哦，把他的歌词倒是有很多客家话可以学哦。同山过台湾，某半点钱，十忙啊大兵，冈山冈田。同山讲的就是指大陆啦，某半点钱，也就是我1毛钱都没有了 ，I'm broke， 我破产了，所以 broke 也就是某半点钱。接下来呢，后面说的十忙就是指很打拼、很努力、很勤劳，懂十忙。大兵就是打拼的意思，冈山冈田，耕山耕田。冈就是耕种的意思，冈山冈田讲的呢是客家先民迁来台湾的时候，因为来的时机呢比闽南来的移民晚啊，所以客家人好可怜哦，只好往山区里去了。所以通常呢都是在这个山坡地啊，散忙一定要拼命的、很勤劳的，冈山冈田喽。散忙就是很努力的意思。然后呢，这个散跟忙拆开来有别的用法哦。那个散啊，散啦！我常听我爸爸说：“哎呀，散啦，老给周太啦，就是赶快的、积极的、速的、尽速的给他做完的意思。”那个忙就是烈，很激烈的烈的意思。比方说，我们说烤肉的时候，火不要太烈哦。Point 嘎哈 for motor 忙 ，Point 就是所谓的烤肉 ，for motor 忙就是那个火不要太大，否则会出火来。出火来就是指烧焦的意思了。还有呢，第二句是指咬蛹咬着姜出吃几十年，就是咬着姜喝着醋好几十年，是埋年都不会埋怨的意思。说到醋这个字很重要，叫做吃，所以呢，我们说爽吃就是所谓的醋的意思了。有一个客家菜呢，叫永时炒竹虫，大家一定听说过了吧？那么记得咯，永时炒竹虫里面最重要的除了永时，再来就是爽吃了。那还徐威爱吃谁哦？张磊亮，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